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百合莲花季。这部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白河莲花节的开幕哦。其实白河莲花节从过去陈唐山县长时期开始，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25年了，感谢历任的这个我们县市首长以及我们的白河镇长、区长。那其实大家的这个努力，百姓都看得见。中间也历经了许多莲花节的兴盛盛衰，然后现在又感觉今年的这个莲花的栽植面积又破新高大概是230公顷，290公顷大概是290公顷，所以说可以看得到我们莲花产业不仅是观赏，而且还实用，而且还健康营养，兼具防疫概念，所以很希望说这个疫情慢慢要解禁了解封了，所以更多好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虽然我现在暂时没有外国朋友，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台南来白河观赏我们美丽的莲花，也可以这个吃莲花大餐，而且可以这个买莲子、莲藕、莲藕粉等等的。那尤其这次蔡英文总统又把这个我们的莲藕面这个纳入我们的英雄面里面更是全国出名，所以很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白河赏莲，吃好吃的美食。讲到这个莲花咱知影莲花故乡就是咱台南的白河那么每一当到的这个时阵差不多5月、6月、7月这个季节的时阵呢，就是咱莲花盛开的时阵。那么这个时阵你去到白河咱拢会当看到一片片这莲花好漂亮那么除了讲会当看到这莲花以外，咱阁会当食到这莲子尤其是即马天气这么热，有人爱食冰这莲子冰哇，听起来就让你有点想要流口水啦那么这个莲花呢，除了讲很漂亮以外，其实伊的这个经济价值嘛足悬的咱知影像这莲花、莲子还有伊的这个莲藕其实呢，我刚刚听我们的贵宾伫要这部开始的进程，伊有讲到这莲花规丛拢有伊的这个经济价值那么咱小等下甲咱的这贵宾来开讲，互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这莲花有更较侪这个认识那么咱今仔邀请的这贵宾是咱白河区的这区长萧福清区长，区长你好。你好。台南向前行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河区长萧福清。欢迎大家会当来白河佚佗。是，那么这莲花啦我会记阮读册讲莲花，嘛有讲荷花我先来长一个知识莲花到底甲荷花是毋是有相像，还是伊无相像？伊是安尼啦大概是迄个莲花莲花是算讲用咱生产在地的产业嘛有使用的迄个用途啦。荷花是超拢是观赏用的较济，是，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是讲姐妹啦，还是兄弟啦，迄嘛是拢同类的。但是莲花的像拄咱区长讲的，伊有这个经济的这个产值啦对。那么讲到这个莲花，咱当然我真细汉我就捌听过讲白河这个莲花就很有名那么到底啥白河这个莲花遮尔有名？这几年来白河的迄个莲花莲产的迄个面积拢达超伫咧250公顷到290公顷这个左右。所以咱去到白河拢看一片拢是莲花。对尤其讲今年咱的迄个面积嘛有增加到290公顷过去咱有的莲花大概拢差不多伫咧145公顷，迄个做一个采莲子，145公顷，来做着迄个咱采起来迄个做莲藕粉，大概白河遐嘛，差不多有8公顷的迄个观赏用的迄个莲花啦，大概伊的产值
哦，我譬如咱来算，互恁听，恁大家就会了解啦吼。莲花吼1公顷的迄个面积会当采收3000斤的莲藕，迄个莲子，吼，啊，咱来以145公頃哦，咱就变成290公頃啊，做一半，一半采莲子，一半做莲藕。哦，啊，伫145公顷来换算起来吼，啊，称3000斤起来，差不多伫迄个将近免435000斤迄个左右的迄个莲子啦吼。啊，莲子的是伊的产值吼，差不多一斤差不多伫迄个350块至38块迄个左右吼，啊，起来差不多规个白河的面积起来差不多1亿5000几万。那个数字很大呢，哈。啊，种差不多种莲花刚开的时阵吼，啊，莲子种吼种真正供不应求啦吼。有时啊讲你若讲即要去白河买莲子，来去排队，啊人而且伫网络行销嘛，行销了袂歹啦。尤其讲白河即个莲子的迄个品质吼，哦，咱伫台湾嘛，大家嘛拢有名啦。啊，伫白河嘛有交迄个咱日本的蓝叶千丁嘛有合作啦。哦，啊，我嘛是讲伫遐，哦，咱市长嘛非常的叫咱来交迄个做外交吼，啊，看会当甲莲花交迄个莲子，啊，莲藕粉，拢甲行销到日本无？啊，日本的迄个蓝叶千丁镇目前是交咱白河地这姐妹区啦，是。啊，所以讲咱莲子吼，即马买爱排队，安尼都唔免排队啦，安尼都唔免搁广告落去啊。对，是。无啦，开玩笑啦吼，大家嘛让来看莲花啊吼，啊，先煞周边的迄个产业嘛吼，咱的小吃啊，拢会咱先煞吼，对吼，即个莲子的即种吼，算讲行情吼，啊嘛对咧好啦吼。啊，咱伫即个莲子遮吼嘛，无受到咱迄个武汉肺炎吼的影响吼。啊，尤其讲昨咱阿中部长吼，叫咱黄市长去到白河，你嘛是替咱行销这个白河莲子，交莲藕粉咯，啊交在地的产业哦。啊，而且嘛非常感谢咱市长对白河的关心。所以吼，拄啊，咱听副长咧介绍的时候，我小可有注意到，就是讲，伫白河吼，这个莲花分做有3种啦，一种就是观赏的，啊一种就是专门种迄个莲藕的吼，啊一种就是咧生产迄个算讲迄个莲子啦吼。啊，我搁继续介绍讲这个莲藕吼，莲藕大概吼，1公顷会当生产15000斤的迄个莲藕，吼，啊伊差不多伫11斤至12斤的中间吼，会当制作一斤的迄个莲藕粉，吼，啊咱若以3000。那以145公顷甲算吼，咱伫白河一年的迄个莲藕粉吼，差不多生产起来差不多197000斤，吼，啊伊的迄个产值嘛，差不多伫迄个6300万迄个左右，吼，是啊，迄个8公顷的观赏用的吼，伊1公顷的迄个莲花吼，伊会当生产差不多10万蕊的花蕊啦，哦，啊一蕊来以市面上10块来算，伊1公顷的产值嘛，差不多伫迄个100万迄个左右。所以拄啊，咱一开始就有讲啊，讲吼一丛莲花啦，吼，伊的花啦，伊的迄个莲藕啦，吼，啊，搁有伊的莲子啦，啊，甚至拄啊，我有听咱区长咧讲啊，连伊的骨吼，可能拢有伊的经济价值啦。即个内底吼，咱就伫即个甲压落开吼，咱就一句成语叫做藕断丝连吼。伊这压贵的是吼，即个会牵丝吼，即个有，即个牵丝。对，胶原蛋白。这成语就对遮来。啊，所以即个莲花伫白河吼，对来讲吼，对伊的根茎交伊的叶啊，交迄个拢有伊的经济价值，拢有伊的效用啦吼。像咱有当时伫咧中药房吼，迄莲子有当时喺中药房，佮有咧卖咧做迄个咱的药膳吼。对。那么这部分咱等下来讲，我要看要请教咱区长就是讲吼，听讲吼，咱白河古早吼开始咧种白，佮有故事哦。伊白河莲子吼，伫迄个明末清初迄阵就有啊啦吼，啊迄阵无想着讲会大量的生产啦，迄阵个敢若像迄个野草安尼放互伊啊自然蔓延啦吼，啊甲伫咱伫民国72年甲75年的中间吼，咱伫迄个农委会啊开始甲咱推展即个莲藕，吼啊交迄个莲子即个产业，吼啊咱上主要即个莲花莲藕粉，即拢会当解决
降粱这个降血这个用途吼。是。啊，内底嘛有一寡矿物质啦，吼，啊，从伫遮过去是拢用药用的迄种。滴送，较早若食莲子哦，迄着较早着拢好嘢人较食起呢。对啊，啊，即摆咱只要讲有350块，咱就会当来买一斤的莲子吼，这应该是推广了是真正普遍啦吼。啊，你以伊的价值来讲，350块是算无介贵啦。啊，拄我有听咱副长咧讲啊，讲吼，迄白莲子吼，像这莲子啊，伊毋是讲安尼就当食啦，伊要来掰开吼，啊掰开，我好多伫遐掰吼，不好剥呢吼，啊，过来即马无啥人要掰这啦吼，所以我听讲掰这一斤吼，一斤你讲工钱120块，所以咱的350块就已经带迄个120块的迄个工钱伫咧，啊，说实在的无好掰啦，啊，无咱吼120块一斤卖等于了，甲你掰。因年啊，即个我譬如来讲啦吼，伫白河莲子啦吼，上届迄吼，伊进莲花季啊，已经办到今年吼，已经进入25档的迄个历史啊。哦，安足久啊！咱上届省省的时间是伫迄个民国85年啦。哦。伫85年迄阵开始办莲花季。哦。啊，你也是讲25档前的进的可壮年啦吼，你也譬如60岁的这壮年，已经甲进已经有85岁啊。哦，对。85岁，你也是讲。白河你嘛知影吼，伫迄个年龄拢老化的迄种的吼，要找这壮年来交迄个来白莲子有够少啦吼。啊，尤其讲这白莲子拢在手工，是安手工的。你用机械吼，我嘛有委托讲迄个咱农委会是毋是会当甲咱开放迄个机械式的白莲子吼，但是较真拢无啦吼。啊，真嘛是拢靠着这老人，啊，包括这囡仔。那学生啊，放学队有时啊，拢会去啊时段到背这个莲子。所以这嘛是以后爱去克服，啊，无像区长讲的，即马年龄老化，啊，佫无少年的人要来背吼，啊，这个物件佫一定爱手工啊。啊，尤其讲伫25档前甲25档后的今仔的迄个莲子，真介绍嘛，无安怎铺起来啦吼。啊，毋是讲咱俩白莲子，你佫采莲子，采莲子的过去一个工人差不多800块，但是遮进吼，进一个工资已经拢超过1400块啊吼。啊，所以伫即个成本一定增高的时，伊的利润吼实在有限啦。啊，尤其讲伫即个咱长期间种。莲子的时，吼有一种叫做白糖，还叫做刺尾嘛。刺尾。伊甲还未会当收成的是，一寡叶啊，拢去食了了吼，就伊的产量会降低啦。这就是讲伫白河有时啊，无法能大量去推电的时啊。啊，尤其讲伫即个莲花即个啦吼，莲花即个。伫咱政府农委会嘛，无讲特别的迄个补助啦，我嘛是伫遮种，嘛是讲要甲顶员建议看。所以咱毋是来宣传，咱是来讲辛酸史。是。因为吼，迄个毋是卖喙啦，是讲吼要爱去排队啦吼，啊，只不过是无法度，人讲供不应求啦吼，实在是无法度吼，供应遐尔济产量啦，因为毕竟人工有限啦。啊，无你也讲较真的迄个抢过啦吼，抢过迄个吼，应该是搁增加一倍，甲600公顷的是应该要供不应求啦。所以是问题讲这个利润这个问题太啦。所以这个变成咱吼政府吼，可能就爱甲咱吼遮个迄个种莲花的人吼，到相共的所在啦，吼，看有啥物方法会当克服，毋免一定要用人工吼，或者是讲一部分要安怎吼，有新的方法，啊无。伊就想讲要来种莲花，但是无人工，伊嘛是要种的人嘛是毋知要安怎，后摆要安怎处理啊吼，所以这部分就是可能大家拢爱去想办法。尤其我嘛伫烦恼讲，即辈80几岁、70几岁即辈呐，后摆啊，讲10档后、20档后，啊，这少年毋知要哪去断层。对，吼后摆咱就无迄个莲子通好食啊。尤其讲伫，所以后摆买莲子吼，要等去家己买。是安尼啊，要等家己买。伊嘛有伫卖迄个青迄个算乌壳的迄个啦，家己对配。有安尼等于家己背。伊我会记那像即个乌壳啊，即个吼，价小拢差不多一斤差不多咧100块至120块咧左右啦。所以吼，当时啊无法度的时阵，只好买即个有挂壳的，等于家己背啊。啊，嘛有迄个算买了较熟悉的人客的朋友吼，伊拢买一遍拢买几啊10斤，对家己处理。哦，是哦。规单份拢怎甲
甲准备起来。吼，爱买等来冷冻起来。伊冷冻，但是伊家己去备安尼，是哦嘛会当解决着即个人工不足的问题。哦，是啊，搁有即项会当克服啦。后摆啊吼，你若买迄个连枝蛋，拢等于家己备就好啊，吼，莫买迄个连枝备好诶，因为无人通去替你备啦吼。就是讲吼，讲到即个莲花啦吼，咱知影去到白河遮好啊，遮尔啊济的即个莲花吼，是毋是甲咱推荐一个什么所在的莲花？大概迄个白河吼，白河镇莲花种植的迄个，因为白河镇有21个里嘛吼，咱一半山区啊，一半迄个平地啦吼，大概即个莲花拢伫迄个平地吼。咱有伫迄个永安吼，白河咧较市中心咧永安里，大德里、交教丰里、交光年里、成安里、交德门里，吼，即六个所在，大概拢集中伫迄个永安、教丰、交元年，即3里啦。是。那么吼，莲花吼，我拄仔较知影讲，即莲花讲伊的花期无介久哦。伊无介久。尤其讲伊咧开花吼，开花拢伫差不多下早时4、5点就开始开啊。若较8点迄个作用，7、8点的时，伊就开始咧收缩啊。伊毋着惊日头？应该是安尼啦，伊的迄个光合作应该是安尼。大概伫迄个10点的迄个早起10点的所在，就规拢合落去。所以咱若要去欣赏莲花时，爱好摄影者吼，我是建议遮的朋友吼会当伫白河吼来2日游啦。第一天第一面段伫关仔岭吼，会当去伫关仔岭遐洗温泉，欣赏着咱伫关仔岭有3间大景庙嘛吼，就迄个碧云寺、大仙寺、交南寮迄个土地公庙吼，伫遮欣赏一寡咱历史附近的吼寺庙啦吼，先行看看咧。吼，遐风景嘛真水啦，吼，而伫遐甲对顶悬甲看对新营对嘉南地区的即个平原拢看会到。吼是。暗时真正有够水。吼所以咱暗时住即个所在吼，欣赏即个夜景。就洗温泉啦，吼，咱温泉嘛是算。伫台湾算4大温泉区的迄个算上界有名，尤其讲去年就4大温泉区的冠军，伫咱伫迄个世界是3个泥浆温泉的其中一个。所以咱吼区长是行家啦，吼，甲咱介绍吼，咱就暗时要来遮住咧吼，前一天啦来遮住，咱即个所在洗一了温泉，泡温泉吼，安尼舒展一下，透早较早起来咧。关仔岭遐个食一个汤仔鸡哦，汤仔鸡拢白河遐家己出产的迄个泡山鸡咯，走山鸡咯，迄拢是正讲吼土鸡啊，拢毋是迄落肉鸡吼，迄食起来肉质拢加做迄个足 Q 的。等于伫台北市内拢，嘛半暝拢走来到伫遐，你食迄汤仔鸡，真正，迄真正真好。所以吼，咱暗时踮遮安尼食一顿吼，洗一个温泉吼，透早就爱较早起来，看咱看着莲花。拄我看吼，咱迄莲花起来有诶吼，已经小可咧练啊，无怪啊。对啊，我来讲这7到10点尔，你看这个拢包起来嘛，吼，这个就是讲10点过吼，这种规个缩起来咧。伊是到10点的时候，伊就家己迄那8点进前啦，迄是开的啦，规律起来足水的。好，伊明仔还佫开吗？下早是佫开。是哦。是。伊的花是安尼啦，吼，咱有当时咱的印象当中就是花开就开啊嘛，就开看要冻几工，冻几工冻较济工了，就开始练，就迄个花瓣就开始落。莲花毋是，伊就是今仔日开。开到10点的时阵，佫收起来。即明仔载还佫开一届。算讲伊今日的吼。对啊，我你啊收是算伊今日啦吼，伊较娇嫩啦。伊这叫小姐共款啊。较娇嫩啦吼，所以吼，咱吼今仔日咱咧介绍莲花，互咱长知识啊吼。无我就以前吼，我莲花甲荷花我搞不清楚吼。今仔日吼，咱请咱的这个区长来讲哦了，花吼对这莲花、荷花啦吼，佫有咱莲花的这个产值吼，增长很多的这个知识啊吼。那么就是讲吼。咱即马吼，即个莲花，即个季节就是莲花嘛吼，就像讲咱这莲子啊，咱拢知影，拄啊，咱区长嘛有讲啊，古早拢迄个好艺人咧食嘛，因为迄阵啊，你也想看卖人工吼较贵着，当然是讲即马人吼经济条件较好啦吼，普遍的经济条件较好，要食拢毋免讲食无，等到吼即马是安那惊食无啦，因为吼。爬袂虎，通个卖啦，吼咱的即个莲子啦，吼，就是讲伊的即个营养，吼，伊的一寡吼，即个比如讲要安怎制作啦，吼，我知影可能煮莲子汤嘛，吼，有当时我看迄冰咧卖冰的迄种，控糖吼，佫会当安怎做？
伊嘛有迄个莲花冻啦，莲子冻，迄拢会当做啦吼。尤其讲下早时吼，恁若讲下早时有咧煮糜吼，就伫电锅甲淋几粒莲子落，吼，起来食着松甲做好食。最主要伊莲子对咱的身体有好处是啥物种的好处？你比如讲降火气啊，降火气，过来讲有一个迄个矿物质吼，即个伊的营养素嘛是真好啦。像莲藕啊、莲藕啊，吼，我知影莲藕吼，我一届去朋友，足细汉的时阵去朋友因兜吼，我第一届食到莲藕，伊就是安那用迄莲藕啊切一片一片，啊落去控白骨，就很简单啦，吼，安尼嘛是一道吼。迄嘛真好食的一个菜肴。吼，伊莲藕伊的营养素是啥？伊莲藕嘛是。我拄仔讲迄个矿物质迄个吼，伊个好处真济啦，是，所以吼，我看人迄个到热天的时阵，就控莲藕，敢若像迄降火气，吼。跟咱总部长去伫下，咱嘛是用即个莲子吼，去泡迄个冲迄个莲藕粉，互伊食，互伊食得欢喜甲。哦，迄个莲藕粉吼，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讲，有当时咱煮食吼，咧牵鸡啦吼。是。啊，咱以前嘛不讲用太白粉啊，吼，用番薯粉啊，但是用莲藕粉，敢若个伊的迄个价位更加悬。价位更加悬。嘿，哦，有个人吼，唔爱用太白粉，唔爱用番薯粉，拢直个买迄个莲藕粉当来牵鸡咧。这都内行的。伊是安那，迄个即个莲藕粉，哦，这就是换，就是咱莲藕落去加的嘛，吼。莲藕粉就是讲伊泡，比如讲我牵鸡，吼，个会当安怎食？伊嘛是泡的淋迄个咖啡牛奶。泡起来安尼做食，饮料就是啊。是。吼，我第一个听到，因为我知影讲会当牵鸡啦，其他的我都唔知影。伫即个吼，包括用一寡冰品吼，冰品包括迄个白木耳啊，交迄个泡吼，起来嘛是做好食啦。最近你留言哦，伫包括东山真有产销迄个咖啡嘛吼，阮甲迄个咖啡交即种结合起来，所以伫泡牛奶交咖啡是做好啦，尤其白河我伫遮吼，连接白河东山后壁交柳岩嘛，阮即个送的是用跨域合作嘛，就是用就是讲一日游、二日游啦，吼，尤其是暑假到啊。伊这在地产业就用莲香、米香、咖啡香、牛奶香，阮这几乎阮这拢有去串联，是，就是用这在地产业，包括我拄仔咧介绍的，米交牛奶交咖啡拢会当连接着遮迄个莲子交莲藕粉这个。吼，就是伊做一届吼，安尼推销出去啦，吼，一寡吼，这个游客啦，来到这个所在，咱吼来遮佚佗，来遮食吼，可会当带一寡吼伴手礼，都等于送吼亲戚朋友啦，吼，甚至替咱做一下广告啦，吼。那么咱这个迄个莲藕的，这是莲藕的面。莲藕面，这是伫迄个白河农会正咧推展这个。莲藕面，咱市场嘛，伫替咱行销啦吼，正行销的效果袂歹啦。吼，系啦。我会记最近就是市场都一直都咧卖面，面有够侪种啊吼，其中这项就是咱的这个莲藕面啊。有时吼，有个人吼，就是讲有个人可能偏食，对着比如讲莲藕，我可能。平常时吼袂爱食莲藕，但是你若甲做这莲藕面的时阵，伊个吸收到这莲藕伊的这营养的。伫咱的这个身体内底，咱嘛会当去吸收，交迄个一寡食品公司来配合啦吼。咱伫遮这个莲藕粉交迄个莲子吼，伊嘛会当做迄个蜜莲子啦吼，莲子酥啦吼，莲子酥就是用可咱去普通是迄个零食你食迄个莲子酥吼，搁这个莲子米，香水莲花茶迄个嘛会使。咱用莲花这个吼，嘛会当泡茶。莲花哦，对，花瓣哦，这就甲塑搭嘛，塑搭泡茶真好食。我公所以你连工来过来白河公所，我泡落去食，真正。所以我讲一张莲花吼，伫头季尾吼，你也看像这花瓣，咱嘛无改拍算。拢无，这拢是宝呢吼，拢会当有伊的经济面呢，应该是做芳。系啦，除了迄几种吼，我拄仔你讲的吼，佫会当做莲花蜜，交莲花的。精华的面膜这保养品嘛会当做呢，用这花瓣来做。系啦，
啊，嘛要会当做迄个沐浴的迄个一寡用品，这拢是用这莲花来做的。用这个系就是。所以吼，我讲莲花吼，规丛拢是伊的经济价值吼。对对。除了讲用伊本身，就是讲莲子还是莲藕，啊，佫会当做其他的这个副产品出来。较早包括迄个叶吼，嘛会当做一寡包装的物件吼。较早咱若你用粿啊，啥物，迄种莲叶嘛。咱古早迄个农业社会啦，吼。对土家底较顶悬，无一人拍。算讲无一寡咱现成的物件的时阵，咱就是用迄个咱周边的一寡比如讲你咧讲做粿啊，有的人因遐的叶，因遐种的迄个树木啦，吼，就是讲比如讲我会记像迄个什么野姜花的花瓣嘛，啊，就恁遐种竹啊，就用竹啊，吼，啊，咱遮种迄个莲花，吼，啊，就用莲花的叶啊。较早包括含迄个肉点、猪肉点嘛，是讲迄个你包猪肉有，互你会记。我看古早的迄个电视吼，是。啊，去买一个猪肉，都用一个迄个叶啊，吼，啊，就是像你讲的啊，这嘛是做环保的物件。对，啊，即马吼可能有一点困难啦吼，啊，毋过吼，互咱怀旧啦吼，有阵时啊，是毋是吼，咱以后嘛当搁回到那种日子啊吼。嘿，那么咱今仔日吼邀请到咱白河区区长吼，咱萧福清萧区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介绍吼，这个莲花啦吼。最后咱区长刚刚有啥物话咧，甲咱乡亲朋友讲。伫遮我嘛要甲大家介绍，伫迄个白河吼是好山好水吼，百花齐开的所在啦吼。咱嘛分到春夏秋冬吼。春天嘛有伫迄个小南海迄个南洋樱吼，伊大概有200丛的南洋樱吼，啊伊所种的迄个沿着水域，有超800公尺吼，迄嘛真正水啦吼。啊，过来就讲，大家嘛了解，讲伫白河嘛有一闻名世界迄个15大林荫大道的木棉花道吼，哦，这条是亚洲唯一入选的一条迄个花道啦吼。啊，遮每一当伫迄个2月底3月初的时，嘛吸引到在外口的人客吼，阮捌统计过吼，一当有那超过30-40万的游客来遮看这木棉花道啦吼。啊，伫迄个4月中间吼，都拄啊过尔吼。伫阮遮遐一个小的部落吼，叫做板头的迄个红溪洲，遐嘛有一个叫苏富兰吼。伊个种伫生伫迄个莲影树吼，啊，藤瀑安尼，啊起来嘛是足水。不一样的迄个风景。踏车踏足远的呢，我嘛是个市长嘛交代讲，叫阮爱去维护迄个啦吼。啊，冬天就是讲伫迄个。伫关安尼即个泥浆温泉节吼，即伫9月佫有一个泥浆温泉的迄个季节，吼，啊嘛伫遮行销着迄个泥浆温泉做伙啦吼。伫大家嘛有了解嘛？伫一个木棉花道边仔，佫有一个林厝边小吼，迄嘛拢当作水的啦，嘿啊。啊，在5、6月，真都拄啊伫迄个阿伯勒吼，阮伫。广联里遐也有一个阿伯勒的规条的迄个拢阿伯勒，是，迄嘛足水啦，吼，啊会使讲伫迄个白河规年四季拢花啦，啊伫172甲线就是讲伫白河到后壁遐佫有一条吼，超过将近要4公里的迄个叫做印度紫檀的迄个花，大概超过有。系啊，迄个规个吼也是很漂亮。黄色的迄个色的迄个花吼，真正伊也开起来，但你落花是。所以咱春夏秋冬拢会当看到足水的花。真感谢咱白河区区长安尼甲咱介绍遮侪好所在啦吼。有时间咱来白河安尼甲行一转吼。感谢区长，谢谢区长。啊，欢迎大家带规家伙吼啊来白河佚佗吼啊洗温泉啊食汤仔鸡啊来游迄个木棉道交。莲花季的一个迄吼欣赏会啦吼，欢迎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区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